凌晨由香港出發飛去東京，搭 Hong Kong Express 一早就出發，為咗櫻花都係值得嘅。入市區我哋揀咗最經濟嘅方法，京成電鐵。記住，日本都仲係需要一啲現金。喺京成八幡站轉車，慢慢就可以進入東京。第一站隅田川同埋隅田公園。櫻花啱啱開始開，未開滿，但已經好靚。2026年3月24號，櫻花只係開始開，未到最盛，但係正正係呢一種將開未開嘅時候，令人最有期待。櫻花配住東京晴空塔，就係東京最經典嘅畫面。最靚嘅畫面一定係櫻花加埋東京晴空塔，粉紅色嘅櫻花配住現代東京嘅天際線，呢一刻真係令人心花怒放。經過吳棲橋，走入淺草地區，人開始多，聲音亦都開始嘈吵。淺草同埋淺草寺一帶已經係人山人海。淺草寺人好多，氣氛亦都好熱鬧。不過有趣嘅係，喺寺前，櫻花反而開得更早，接近滿開。下晝返到去谷村 check in， 呢度簡單乾淨，最重要係可以休息。第一日食物簡單啲就已經足夠，有吉野家 MOS Burger，唔需要太特別，已經好滿足。